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南方特收报》。2019年曾经进驻台南文学创作基地的旅日作家许旭莲，将他在日本大受好评的得奖创作《春之梦》中译本，透过亲弟弟，也就是许文能嫡长捐书给台南市政府，绕将在全市200多所学校和图书馆典藏。台南旅日作家许旭莲用了15年创作的畅销小说《春之梦》，自去年在日本发行后就大受好评。今年发行中文版，许旭莲也特别赠书给台南市政府，因为疫情关系，由胞弟许文能代表捐赠。市长黄伟哲也肯定许女士是台南之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南市政府，能够接受许旭莲女士她的一个大作，由她的胞弟许里长来送给台南市政府，也是送给台南市民。这本《春之梦》可以说，已经是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是一个畅销书。那里面描写的一些这个内容，我想都是触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也描写他一个海外游子到一个异乡到日本去，他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今天刚好是传统的七夕，那送这本书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哈。那每个人的心境尽管各自不同，但对于故乡的思念，但对于心爱的人或家人的一个情感都是不变的。那谢谢许旭莲女士，也谢谢许里长。阮住伫日本的大姊呢，伊去年《春之梦》这本的在日文版出版的时阵就受到咱樊市长的大力推荐，所以很荣幸，在咱日本会得2次的首奖，日本神奈川历史博物馆在永久保存。日本媒体某在报道，咱台南市市长对咱台南市的文艺非常重视。所以这本《春之梦》今年6月在咱台湾出版的，本台湾大姊亲信，要把这本中文版的送给咱市长，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回来，所以由我来，叫我一定要代表亲戚来送给咱市长，他日回国一定亲自来道谢。今仔我嘛代表阮大姊向大家致最大的谢意。恳请大家继续来支持，鼓励，谢谢。文化局长叶哲山表示，《春之梦》是一本跨时代的爱情故事，内容以横滨和台南为背景，自1937年中日战争写到2019年的日本令和时期，蕴含台日两国的历史情缘。捐赠仪式除了代表作者的胞弟东光里里长许文能，还有天坛董事长徐国润，以及议员许信凯与议员参选人曾之杰都到场与会，场面简单隆重。市长表示，希望在全市200多所学校的图书馆都能存放一本，未来私立图书馆也会购置典藏。记者林跟杨顺怀台南报道。台湾文博会10年来首次到高雄举办，目前6个展览陆续开展，其中压轴的美丽年代也在100年历史的原爱国妇人馆拉开序幕。会中还邀请日本女星渡边直美跨海来参加。粉丝在镜头前开心摆出拍照姿势。台湾文博会压轴展览《美丽时代》特别邀请日本知名搞笑艺人渡边直美跨海参展，开展第1天就吸引粉丝过来朝圣。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一定要在开展的时候立刻来看，然后装扮成渡边直美的样子。墙上密密麻麻的一条条，不说你可能很难想到，这上千条全部都是用陶瓷制作而成的蓝尾，在新奇的艺术品背后，其实藏这一段故事。我们的策展人王怡芳小姐，她当时有访问在哈马星的一个科诊所的一个护理师，那钟树梅小姐，她的工作其实就是帮要出海的航海人员去割那个蓝尾，所以现场我们的王策展人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意象去做了1000条的那个陶瓷的那个蓝尾。眼前充满复古气息的砖红色建筑，就是这次开展的高雄原爱国妇人会馆。从新建落成到现在，正好过了100个年头。我常想说，我们哈马星高雄的起源
其实就剩这几个地方可以见证了，这里会越来越弥足珍贵。所以这次文博在台北办了9年，第10年能够移到高雄来，我们是以文化来迎接。那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年轻的城市，相对于台湾其他城市，我们很年轻，但是我们是要最重视我们历史的一个城市。会馆过去曾是爱国妇人会的活动据点，因此展览特别邀请艺术家借由视觉、嗅觉、听觉等不同方式来延伸女性议题创作，与建筑历史形成呼应。记者邱玉婷、苏瑜文高雄报道。有台湾食品模型第一人称号的郭志忠，首次将他的作品带到台南开个展，而且将各种台南特色小吃的食品模型融入展览当中，以假乱真的模型创作令人大开眼界。地上的菜肴与饮料，还有被人翻桌的场景，好像刚有人在这吵架一样，但刚好相反，这不是什么社会案件的现场，而是艺术展览的场地。有趣的展览内容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这边的模型很精致，然后第一个就会觉得色香味俱全的感觉，然后会很想要跟这些模型有一些互动。拍照。对对对。最开始看到这种食物模型是在那种拉面店，就日式料理才会出现，然后渐渐的它就是做越来越多台湾料理，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商家的流行。这场叫做“保持距离”食品模型展，是台湾卡固高食品模型郭志忠的创作，而且他更有着台湾食品模型第一人的称号。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就要从1997年他刚退伍时来说起。在1997年我刚退伍的时候呢，那时候台湾的百货公司的生态都是属于日系。好像收购啦、伊势丹高岛屋啦、星光三月啦，都日本人都有占股份。那日本人占股份呢，他们发现说，台湾的百货公司怎么没有像他们东京的美食街有放模型？他们一问之下才发现，台湾根本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从日本呢引进了一组人。那时候我刚好退伍就在一个美食展里面，刚好发现，有这种东西好新奇哦。那时候我也被他吓一跳，说这怎么会做得这么像？那我就毛遂自荐，跟日本人推荐说，我是本身念美工科系毕业的，那贵公司有没有缺人？我很想要学这个功夫。然后后来也说他们也正在找人，我就自投罗网跳进去。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台北呢，就承接了全台百货公司的美食街。然后那时候我那个师傅，他也就是在说，就卡库桑，你就是台湾第一人，因为他们就问过台湾之前没有人在做过这个。保持距离食品模型展就是在年轻人与观光客最爱的国华街上。这间过去是卖国际知名水晶饰品的店面，现在变成艺术展览空间，就是希望带给民众更没距离的艺术欣赏空间。其实这边以前呢，它的前身是施华洛世奇水钻的专卖店。那从整栋楼呢，从1楼到楼上呢全部都是。那在国华街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标。那么就是后来呢，我们在思考怎么样把这一份美的感觉延续下去。于是呢，我们就去思考说，怎么去把这个空间蜕变，然后跟在地的一个文化能够做更深刻的结合。所以呢，在后续的部分呢，我们几位创办人呢，我们就是一起把它思考转型成为一个多元的艺术空间。那为什么要叫多元的艺术空间？其实比较特别是现在的艺术创作，它其实是各式各样、很多元的，甚至是有数位的电子创作。那么我们希望是透过这个一个空间很接地气，然后也邀请卡固高这个很接地气的展览呢，希望这个艺术空间可以让人走得进来。郭志忠这次在台南的展览，为了更接地气，特别带来各种台南小吃的模型，从蚵仔煎、萨巴鱼糜，或者是碗粿、不醉鱼羹，每一项都能够代表台南的特色。不止这些小吃，在2楼还有捧牌的半桌菜模型，提供给民众趣味拍照。木拉多元艺术空间欢迎大家免费入场观赏。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
寿山动物园的保育员每到夏天都身兼美发师的工作，帮羊驼甩掉蓬松的毛发，避免它们中暑。其中小羊驼的剃毛秀就令人印象深刻。园方表示，替羊驼剃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羊驼体型不算小，也不肯老实来就范，得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够顺利完成。寿山动物园的保育员在每年夏季都会身兼美发师的工作，帮羊驼甩掉蓬松毛发，避免中暑。园方表示，帮羊驼剃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羊驼体型不算小，又不肯老实就范，难以一人独自操刀，需要团队合作才能顺利剃毛。我们寿山动物园目前总共有10只羊驼。那其实羊驼它的原产地是在比较高海拔的山区，那所以它们其实是习惯这种比较凉爽的天气。那所以我们寿山动物园，我们其实为了这个羊驼家族，我们其实也帮它特别选了比较凉爽的户外空间。那但是毕竟羊驼它本身会披附着很厚重的羊毛，所以我们每年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就会定期由我们的保育员化身成理发师来帮我们这些羊驼剃毛。寿山动物园目前有10只羊驼，为了让羊驼清爽度过炎夏，每年暑假限定的理发院由保育员亲自操刀，但因皮毛不仅能保暖，还可避免蚊虫叮咬，因此保育员在帮羊驼理毛时，不会将毛剃干净，会留下适当长度。那我们羊驼的话，其实它有的个性会比较紧张，那有的个性比较温驯，所以在剃羊驼毛的时候，其实也发生很多趣事。那有的羊驼它可能比较稳定的，我们就可以直接让它用站立的姿势，那大概有一个人稍微固定它，帮它安抚，那另外一个就可以顺利的来帮它剃毛。那假如遇到那种比较容易紧张的话，我们就会想办法让羊驼先稍微趴下，那或者是躺下，用比较稳定的姿势，用大概也是要靠2-3个人力，然后才能执行。那所以其实基本上剃完羊驼毛之后，其实羊驼它毕竟减少了比较厚重的羊毛，那搭配我们晚上也会给它吹这种空调，所以其实在夏季的时候，它们都可以非常凉爽地度过这个夏天。寿山动物园即将在10月迎接大小朋友归园，也欢迎想为动物们尽一份心力的民众一起加入动物认养行列，并按赞追踪寿山动物园脸书、IG 粉丝团，及时关心动物日常。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迎接中秋，各大饭店所推出的月饼礼盒，每一年都得求新求变。其中就有饭店走文化创意，将盒盖设计成大富翁的桌游，让消费者在中秋团圆时陪伴大家一边吃月饼一边玩游戏。中秋礼盒的包装，为了求新求变，饭店业者每一年都绞尽脑汁。今年所推出的设计保留游戏的概念，走文化创意，将盒盖化身为大富翁桌游，陪伴大家走遍世界各地。当中也包括台南知名的文化景点，让礼盒变成生活装饰品，有收藏价值，不是吃完就丢掉。今年我们做的就是大富翁桌游。大富翁桌游哦，可以看这上面写的，它是把台南所有的地名都列上去了，所以全家在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又可以玩这个大富翁游戏哦，我觉得有一种天伦之乐的感觉了。虽然设计上求新求变，不过饭店却坚持月饼一定要符合多数民众接受度最高的古早味，包括豆沙、枣泥、蛋黄等5种滋味，其中内馅有流心甚至爆浆，更颇受欢迎。有融入了比较时下比较流行的那个流心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各挑了2款流心的部分在里面。那基本上那种奶黄流心还是以时下年轻人或是老一辈人他比较能够接受的。该饭店强调，6000份的月饼每一年很快就完售，喜欢的朋友还得提早预定。记者顾文吉、何球邦台南报道。为了迎接2022年台湾文博会，高雄首度与贴图明星联手，在爱河边打造大型的水上气球装置艺术，超萌的角色也吸引游客前来朝圣，连带大幅提升高雄轻轨的运量。套
套着游泳圈的企鹅和慵懒的海豹躺在水面上，逗趣的模样引来大批游客。虽然是平日，但是在码头边还是涌现的人潮。6只铁土巨星降落高雄，连外县市的民众都前来朝圣。我们从新竹来，我朋友介绍的，他说这次来一定来看这里，很可爱。有吓到吗？怎么这么大？有，很漂亮。2022文博会首次移师高雄展出，开始之前先推出了聊聊飘飘河计划，让6只铁土超航巨星率先登场，果然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甚至也提升了轻轨运量。我们制作的就是高铁、捷运、轻轨、U-Bike， 然后走路。对，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如果常常是在都市人里面的生活，那这边是一边运动一边享受这个城市的这个观光的旅游的感觉，很棒。还没有摆上去，在那个爱河湾之前，我们大概周末的运量是大概15000人次上下。那在这2周的话呢，我们就是陆续的运量也是有在提升。我们大概上周就是7月底的这一周的周末哈，我们的运量大概到达了25000人次上下，所以大概有将近提升了60%左右的运量。大轻轨一到站下车，步行大约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看到超疗愈的铁土巨星。高捷公司甚至也加入了展览行列，配合文博会准备推出一连串的精彩活动。本周4呢，我们也会有首航的可爱的蜜柑号的一个告白列车。那也是想说哈，在这个时间刚好在文博会的前夕，然后又是7夕的这个时段，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呢借由我们这样很可爱的列车来进行告白。那希望说民众到时候呢也可以来疯狂的追车，希望可以再提升我们的运量。趁着好天气，爸爸妈妈拎着小朋友赶快出门放风，在国旅和文博会的双重诱惑下，到高雄当网帅网美。记者林嘉义、邱玉婷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与远东科大合作，共同投入运动场馆与设备更新，成立第一座建置在大学的全民运动中心，说让学校师生，也让新市市民以及南科的员工有了休闲的好去处。为了提供市民优质的运动场馆，台南市政府与远东科技大学合作，成立第一座全民运动中心，利用大学现有的场馆，投入资金汰换运动器材，并交由学校专业团队经营管理，开始与大学合作的新模式。我们现在有分3种，第一个是国民运动中心，第2个是全民运动馆，那第3个我们是第一个开始揭幕的全民运动中心。非常感谢远东科大能够跟台南市这么样的帮忙，提供这么好优质的体育场馆。那除了同学运用之外，在不影响教学及同学使用的前提下，我们提供给社区、提供给南科生活圈的好朋友一起来使用。请监台，哇，恭喜恭喜！启用完成之后，市长黄伟哲也亲自体验新的运动器材，有健身跑步机、羽球、桌球、撞球、直排轮等等，同时也设置长辈健康照护与小朋友安亲班。政府和学校合作建置运动场馆的做法也受到民众的称赞。我室内当然是较，因为室内有冷气啦，室内有冷气，所以咧运动起哦就较袂遐尼忝啦。但是咱市长有甲因用咱的远东科技个场地，我感觉做好。全民运动中心的收费也相当亲民，希望可以成为附近居民以及南科员工休闲的好去处。未来也会陆续新建各种类型的运动场馆，提供市民更多元的选择。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42岁女性因为骑机车受伤，造成右眼颊髋骨粉碎性骨折，而且颜面下陷变形，非常担心毁容。不过，经过奇美医学中心的整形外科评估，以微创内开手术来重建。手术之后，不但看不到创伤的痕迹，而且复原良好。根据奇美医学中心从2016到2020年的统计，在外伤住院的病人将近15000位，其中颜面骨折超过10%以上。传统颜面骨折创伤可以透过复位与固定的手术，恢复脸部轮廓与咬合完整功能，不过容易在脸上留下明显的伤痕。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现在透过新式无痕内开切口微创手术，将疤痕藏在眼睑内层与牙龈的齿沟，提供脸部创伤病人一个新的选择。这是一位大概中年的女性那她因为出了车祸，造成说她右脸的中脸有了骨折的一个情形那病患相当担心说，因为这样的骨折会需要手术那手术我们必然会有这个伤口在她的颜面上那她觉得这样子，她担心将来这个明显的疤痕会造成她社交上啦或者是一些跟与人沟通的上会有一些障碍影响她的自信。所以在跟我们沟通后，我们选择用微创内开的方式帮她处理她的伤口，所以她的伤口就会藏在她的眼睑内跟她的嘴巴里面外观上就不会留下永久性的一个痕迹在。那病患在手术完也相当的开心可以恢复到他原本的样貌那也因此更有了自信。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会有2道伤口，一道是在我们的眉毛的外上方，跟一道是在我们的眼睛的下面那这样的方式手术完其实常常会有2个痕迹在脸上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微创内开的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的眼睑下方那大家可能听过像我们做这个眼袋的内开手术这是类似的一个创伤的一个伤口那伤口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所以外观是看不到。那另一道的伤口我们是从嘴巴的牙龈齿沟里面进去所以这道伤口会藏在嘴巴里面。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在手术完，病患是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奇美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医师许汉平表示，颜面骨折通常是因为严重的外力撞击，可能伴随脑伤、眼睛与颈椎等损伤。通常第一时间先稳定病人的生命真相，之后才治疗颜面的骨折，而且经过医师评估，选择适合手术与需要置放的骨板、骨钉等，而且手术后也要避免感染与注意伤口的照护。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冰淇淋是大小朋友都喜欢，也是又爱又怕胖。在高雄就一间手工冰淇淋店，标榜用纯天然食材，让许多饕客慕名而来，而且只需要铜板价就可以大口吃。究竟什么是吃不胖的冰淇淋？带你去了解。炎炎夏日，大热天来上一球冰淇淋，顿时令人暑气全消。隐藏在高雄后火车站有一间手工冰淇淋店。只需要铜板价格就可以享受到好吃、用料实在、纯天然、绵密浓郁的台式手工冰淇淋。我看很多网络名店，他们都是可能出国去学的，对，是意式的或什么的。那其实客人问我们是什么式，我先生都回答台式，对，因为完全是我们自己在制作过程中一直去调整成我们自己的样子。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对，那就是好吃就好。那为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我们做的就是没有添加任何化学物品的那个冰淇淋，对，就是讲究比较天然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吃嘛，小孩也很喜欢吃。当初为了陪伴患有过动症儿子的洪金族，对制作手工冰淇淋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和经验，只能和先生在失败过程中反复的调整。因为没有做过生意销售的经验，让夫妻俩曾经一度想要放弃。原本有一阵子想要放弃，但是就是我们后来有接触低升糖饮食，那就是有研发了低升糖的冰淇淋。那我先生觉得，这一块其实虽然是算小众的客群，但是客群会比较死忠，对。那我们觉得说，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就是对，因为蛮多客人可能因为怕胖啊，或是说他本身家里有高血糖的长辈，那他们也是搜寻网络知道我们的冰淇淋，他们可以使用。特地有些从外县市过来这边买，那觉得蛮感动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听到客人分享，就是就觉得很幸运，终于找到我们了。对，我会觉得自己很像也是在做慈善的一个事业这样。为了让高血糖以及在控制体重的朋友们一样可以享用到美味的冰淇淋，洪金族和老公特别选用低升糖指数的天然水果，
并且把冰淇淋常使用的糖类以好代谢的麦芽糖醇取代，做成清鲜冰淇淋，让吃冰没有负担，也能大口享受。这一间店是我老公介绍我来吃，对，然后它冰的特色就是很不一样，很香，然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浓，然后他说是手工，然后可是它不太一样，就是说它像这个 Oreo 就是吃的很香。这个是仙人掌的，可是有吃过就不一样，它真的很浓。他们本身这家冰淇淋店在后裔商圈就算是有名的冰淇淋店，他们主打就是健康跟天然的饮食，然后再依现在当季的水果下去做变化，所以是一个蛮健康的选择。店里的冰淇淋分为2大类，有以鲜奶蔬果为主的天然美味和低 GI 的清鲜冰淇淋，口味选择很多，品相也会随着当季盛产的水果而异动。无论是清爽酸甜的仙人掌，还是老少咸宜的薄荷 Oreo， 甚至鲜少吃到的木瓜口味，来到这里肯定能够满足热爱冰淇淋人的味蕾。记者曾佩云、周辅庆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收报，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文吉，再会。